后来继续要来讲，真侪人爱食的香菇、巴西蘑菇有这个重金属甲农药的问题。消基会今仔日公布着检验的结果，13件香菇有1件验出着农药，1件标示无实在。上可怕的是，12件的巴西蘑菇有9件重金属盐，也则是镉含量来超标。上界严重的是超过7倍半。提醒乡亲，若要买，上好是买有包装的。 有政府相关食品的标章，安尼才安全。香港港的鸡汤加入大量的巴西菇，真侪人因为健康，改买进口的巴西菇来食。不过，说你食了颠倒会伤身体。消基会抽查市面上的巴西菇，包括某某菇王、大连食品行、大润发、南门酱园、合信行、海味城、信用商行等等，全部拢有重金属镉，严重的超标7.5倍。其中信用商行内底佫有重金属铅。 那巴西蘑菇一般是长在土里面，它主要是来自土壤里面的这个重金属。这仓是厂商，它厂商它也有合格证明。重金属超标上济会使罚3万以上300万以下。另外，台湾大香菇的部分，果性杂粮行有农药陶斯松，土城有经杂粮制面行是标示无合格。尤其验出无合格大香菇和巴西菇拢是散装的较济。营养师又建议买大会上好买包装产品。 人民 CAS 优良农产品标准上安全。冲腿浸泡的过程中，其实它香味虽然会慢慢的释放，但是并不会影响非常多。要记得不要再把这个香菇浸泡过的水分加回汤里面。这个问题产品，新北市府要求业者下架，提醒消费者买进前上好是加做比较，认明安全标准，才袂买到重金属的毒菇。